馬太福音2章9至10節，佢哋聽到王嘅話就去咗啦。忽然喺東方所睇到嘅嗰粒星喺前面引領佢哋，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嘅地方嘅上方就停止啦。佢哋睇見嗰粒星就非常歡喜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博士依隨星星嘅指引揾到耶穌，全部人都超級興奮啊！呢段經文話俾我哋知，只要我哋專心跟隨，生命就會被耶穌帶領，充滿喜樂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有冇邊一首詩歌會令你特別開心？點解呢？分享完之後，我哋一齊祈禱。主啊，帶領我哋跟隨你，經歷滿足嘅大喜樂。奉耶穌嘅名求，阿們。